台湾话，吃定应该安怎讲？安怎下假西西，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释义吃定指人自认深谙对方的个性、习性，及以此对其进行控制，甚至是利用对方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用力，你就是伤过顺意，伊才会甲你假西西。你就是太过于纵容他，他才会吃定你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